彰中大丰台为高雄电力，却因为速度真慢，屏东山区甲沿海乡镇风雨拢真大。南回公路有所在崩山，平湖公路一寡路段因为淹水封路，邦寮、东港等等乡镇也拢传出淹水失电的灾情。因若东港往回小琉球的交通已经停3天，民众是真烦恼物资会无够用。在支流慢慢流下来，整片墙已经倒下来了吼。高阿伫暗头卡哀叫，丰台山土二地，屏东山区路大水后，西乡内西部路车差出现土石流，当土边绑起，去对着车甲狗，民众赶出动怪手来刷掉。走山啦！土石大面积连落来，擦边公路边的工程车，南回公路大东往屏东方向过上流处，因为大雨绑起封路。沿山公路、平湖公路往邦寮水底寮路段，大范围积水封路，警方到场管制，禁止通过。要过啊咧！我无到等伊啊。屏东沿海强风大水后，邦寮够大兴，前一天雨大兴冲放起爆发，用真济马上甲太空包拆掉咧。暗过大雨地数8溪开水不动，溢出爆发，又河中山道排水沟出现雨水，龙山顶真济村头出现淹水灾情，宜宾道的水浸到大腿，民众是真无奈。都淹水了。车差多是农业车系大楼造成海水倒灌，东港新高大排，边仔延平路为半暝淹到早起8点左右，民众干那用撩水行，退掉了后大雨，后部分路段出现积淹水。早上还好，现在越来越大。风大甲机车用牵的，赛车民众热心斗相共挡风。东港新横者沿海乡镇有大水河出现12到14级强阵风，之前看到吹人气的看板甲大范围积淹水，强风大水河佫破坏电线电缆这设备。东港新横甲小琉球等地，一般4000户停电，台电人员无风雨全力抢修，暗过受灾毋若本岛。风大，过来了，所以这车的问题就拢成问题啊。小琉球大风大雨14级强阵风，互民众根本毋敢出门。交通船因为风台停驶几啊天，互居民烦恼物资耗尽，部分地区停电更加严重。今日希望风台赶紧走，降低灾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